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岑日飛。放下一陣外面香港嘅煩囂，放低營營役役嘅夜食重擔。各位唔該坐低，同我一齊享受呢一刻嘅平靜。今日我唔打算講咩深奧嘅人生哲理，亦唔想去討論嗰啲抽象嘅說教。今日我想同各位分享嘅，其實只不過係個好赤裸、好殘酷，亦都令人好心酸嘅事實。呢個事實每日每時每刻都喺我哋身邊嘅護老院，或者我哋香港人平時叫慣嘅安老院入面，靜靜地上演緊。我認識一位朋友，不如姑且叫佢做華兒啦。佢大半世人足足用咗30年時間喺香港呢片寸土尺金嘅地方，喺唔同嘅安老院入面做護理員，整整30年啊！各位試下想象下，嗰度係幾千個日與夜、日日夜夜圍住嗰啲陣陣火酒味同埋老人味嘅床頭流轉。呢30年入面，華醫日復一日淡，做緊啲辛苦到嘔、攰到散架嘅功夫，幫長者換片、餵一口又一口嘅飯，幫嗰啲瘦骨嶙峋、只剩落皮包骨嘅長者沖涼、擦身。更甚嘅係，佢親手拖住送走咗幾百個喺冰冷白英英病房入面行到人生盡頭嘅長者，幫佢哋合上對眼。我夠膽向各位肯定，呢位女人對於長者嘅死亡，對於生命點樣一步一步走向衰老消逝，佢清楚同深刻過任何一位老人科醫生。但係呢，做咗呢個行頭咁多年，涉動貢獻咗咁多年安老院，華兒最後領悟出來，用嚟叮囑身邊人嘅結論，竟然係一句聽落令人心寒嘅話。佢捉緊我隻手，話就算係死喺屋企，千萬唔好住入安老院。各位聽落去係咪覺得好矛盾呢？一個喺安老院做長者照顧嘅打工仔，竟然勸我哋千萬唔好踏足嗰處，淡樣咪即係佢自己否定緊自己嘅功夫，否定緊呢啲原本用嚟安頓長者嘅地方。點解會搞成淡樣樣呢？等我慢慢同各位解釋清楚。原因完全唔係因為安老院環境差、污糟或者物資短缺，真正的理由係在於一個好得人驚嘅心理學同社會學概念。做研究嘅人會叫佢做社會性死亡 social death。 生物學嘅規律話我哋知，人心跳停止嗰陣只會死一次，但係喺安老院嘅環境入面，一個老人家其實要經歷足足2次嘅死亡。第一次死睇唔見，但係最痛最漫長就係當佢哋明明仲活生生喺度嘅時候，心跳部機仲有反應，個肺仲喺度呼吸緊空氣，佢哋依然識得動、識得痛、識得傷心難過。不過佢哋喺自己家人嘅心目中，喺記憶內裏同埋日常生活嘅節奏入面，已經徹底淡死咗啦。各位試下靜心諗下，當一個阿媽阿爸踏入安老院大門嗰日開始，屋企嘅家人就開始咗一個好殘酷嘅適應過程。啲仔女開始習慣夜晚可以一覺睡到天光，唔會再被病痛嘅呻吟聲或者咳嗽聲嘈醒。佢哋習慣咗將食飯台少咗個位，習慣咗間屋企唔再見到老人家嘅身影，阿爸阿媽嘅存在就淡被硬生生抽離咗整個家庭嘅生態圈，慢慢淡喺仔女嘅心底裏面。無論係無意抑或有意，唔喺身邊嘅人就當係已經唔存在啦。喺真正嘅生理死亡敲門之前，佢哋已經喺社會意義上面死咗。至於第2次死，當個心臟真正停頓落嚟嗰陣，有時只不過係補個行政手續，一個神早已經知結局嘅程序啫。講到呢度，
我一定要強調一個好關鍵嘅要點，亦望各位有心理準備去接受人嘅本能。當聽到悲劇嗰陣，硬係想講出個罪魁禍首，我哋想去鬧個不孝嘅仔女，想去譴責個冷血虐待長者嘅姑娘。如果有個壞人俾我哋去指罵，個心自然會舒服啲，因為我哋會相信呢個社會仲有公理，衰嘢只係嗰啲衰人搞出來嘅啫。但係最令人寒心嘅事實，今日整個故事最極致、最殘忍嘅地方係乜嘢？各位知唔知啊？就係呢件事入面絕對冇一個壞人，根本冇一個係壞人。好似華醫呢類護理員喺香港呢個百物騰貴嘅地方放嗰少少銀紙，每日做到筋疲力盡，一更企幾個鐘跑來跑去照顧20-30個院友。佢哋唔係冷血殘忍，只不過係已經冇晒多餘嘅時間同精神去施展溫柔。但嗰啲老人家嘅仔女呢，佢哋都唔係不孝啊，佢哋一樣被中環嘅工作壓力壓到唞唔到氣，被深水埗嗰層細格供樓嘅壓力逼到瘋狂，仲有養育下一代嘅重擔。送老人家入安老院唔係因為佢哋冷血，而係因為呢條係唯一一條可以令兩代人都有生存空間嘅路。如果夾硬留阿爸阿媽喺屋企，個仔女自己都會因為體力崩潰而死頂唔住。到了我哋呢個年紀，知天命都會明白，其實每個人都喺度盡一切努力好好過日子，個個都咬緊牙關，默默捱緊自己嗰份苦。但正正就係因為冇一個壞人，冇一個具體嘅人可以去怪責，嗰份關於遺忘嘅悲劇，嗰場社會性死亡嘅悲劇，先至會咁靜悄悄、理所當然淡降臨到老人家嘅身上。呢種結構性嘅殘忍，呢種面對社會巨輪無能為力嘅極致無奈，先至係我哋人生要面對最心寒、最恐怖嘅事情。為咗等各位可以更加清楚想象到我頭先講嗰種制度上嘅殘酷，同埋嗰種無能為力嘅感覺，我而家同各位講一個關於曾婆婆同埋佢個女阿玲嘅故事。呢兩個人係真真正正活生生嘅人，佢哋嘅命運就係華醫親手照顧過，親眼睇住佢哋由頭到尾經歷呢場悲劇嘅。各位不如同我一齊想象下佢哋嘅處境。大家都知深水埗係點樣頂啦，嗰度係我哋香港其中一個最旺，但同時亦都係最逼、最局促嘅舊區。阿玲同曾婆婆就住喺嗰度一間殘舊舊嘅蝸居入面，實用面積連300尺都冇，300尺住2個人室，入面塞滿晒老人家啲瑣碎嘢，加埋張病床、輪椅同埋啲尿片，間屋逼到一個點，連唞大氣都驚會撞到對方。就喺呢個咁谷促嘅空間入面，阿玲一個人頂硬上，足足3年照顧住嗰個年紀大、身子弱，仲要癱咗喺床上面嘅阿媽3年。聽落去好似只係一個數字，但係各位試下將自己代入去呢個女仔度諗下，朝早天未光，阿玲就要去搭地鐵，同人逼到氣都唞唔到，趕去中環返工。大家對中環嗰啲摩天甲級寫字樓嘅恐怖壓力仲有幾陌生啫？喺嗰度打工仔分分秒秒都俾人榨乾榨淨啲腦汁同體力。不過到咗收工，當啲同事可以去食好嘢，可以返屋企攤斗嘅時候，阿玲就要急急腳彈標去搭地鐵，撲返去深水埗嗰個得300尺嘅雀龍，開始佢嘅第2更工作。佢要幫阿媽抹身、換尿片，一啖一啖啖餵粥，仲要洗嗰堆久住陣陣排泄物隨同藥水味嘅污糟衫。到咗半夜，
佢阿媽痛到呻吟，轉身話要去廁所。阿玲一晚要痛醒3、4次，足足1000日啊！佢冇一晚可以有一覺好瞓。同一時間，阿玲其實有個親大佬喺外地生活同後食。呢個大佬呢，講出嚟都覺得心狗，但偏偏就係我哋社會入面最常見嗰種人。佢從來都唔會寄個崩翻嚟幫輕客個妹買尿片或者買藥嘅錢，佢亦都從來冇請過1日假翻嚟頂替個妹捱夜照顧阿媽。但係呢，每隔10日8日，佢就會打個長途電話翻嚟，喺度指手畫腳淡，點個妹，你要好好地照顧阿媽呀，千祈唔好送佢入安老院。如果俾啲親戚知，一定笑到面黃，話我哋兩兄妹晚亦不孝女。呢個大佬淨係驚自己冇面，驚自己嗰啲虛無縹緲嘅面子受損，完全唔理個親生妹喺個4埲牆入面俾人折磨到油盡燈枯。終於嗰個命運注定嘅日子都係嚟咗。有一日晏晝收工返到屋企，阿玲攰到散晒，企喺個逼狹嘅廚房角位度洗米，望住啲濁濁地嘅洗米水喺指罅流過，佢對手突然間震得好犀利。喺嗰一刻，呢個女仔嘅腦海入面突然閃過一個念頭，一個令人心寒、苦到入心入肺嘅問題。天呀，我阿媽到底仲要活到幾時啊？各位，就喺呢個念頭啱啱閃過嗰一下，阿玲自己都嚇咗一跳，佢成個洗米籮跌咗落地，掩住塊面喺度嚎啕大哭，軟攤喺凍冰冰嘅廚房地下度。佢喊係因為佢覺得自己好恐怖、好乞人憎，佢喺度猛咁怪責自己，覺得自己係一隻冷血嘅怪物，係一個極度不孝嘅衰女，竟然夠膽咒自己阿媽死，等自己可以甩難。佢覺得自己真係好殘忍。但係我好想坦白問下各位坐喺屏幕前面聽緊呢個故事嘅各位老友記，你哋夠唔夠膽開口去怪責阿玲？你哋夠唔夠膽掟石頭去公審佢？現代心理學有一個好清楚嘅專有名詞去形容呢個狀態，就叫照顧者倦怠，英文叫 caregiver burnout。呢個概念話俾我哋知，阿玲洗米嗰陣嗰個得人驚嘅念頭，絕對唔係咩道德敗壞嘅罪惡，嗰個唔係不孝，嗰個其實係一個生物嘅肉體喺俾人逼到去承受極限嗰陣發出嚟嘅絕望呼救聲。我哋人嘅身體根本就唔係設計嚟晚晚挨夜通頂嘅，亦都唔係預設去承受嗰種連續幾年完全睇唔到出路嘅巨大精神壓力。當肌肉攰到散晒，神經衰弱嗰陣，大腦就會自動發出一個尋求解脫嘅信號，為嘅只係保住自己條命仔，送真婆婆入安老院。講到底，絕對唔係一種遺棄，嗰個係最後嘅底線，係唯一嘅出路，亦都係最無奈嘅辦法。等佢哋兩母女都可以繼續生存落去。如果死，都要將真婆婆留喺嗰間屋企入面。阿玲分分鐘會捱唔住，走得仲快過佢阿媽。於是乎，真婆婆就俾人送咗入安老院。分開嗰日，阿玲緊緊啖拖住阿媽隻手，喊到眼淚鼻涕流晒出嚟，應承咗好多嘢。佢對天發誓，亦都同阿媽講，我一定會成日嚟探你，個禮拜我都會嚟。起初嗰陣，佢真係做到，每逢週末，佢都會一袋二袋買埋生果點心，去到坐低幫阿媽揼客骨、梳客頭。不過日子耐咗，習慣就慢慢變，探望嘅次數開始越來越疏，由1個禮拜一次變咗2個禮拜一次，再變做1個月一次。到咗最後，阿玲只會喺啲大時大節，又或者係阿媽生日嗰陣
先至會出現。點解會變得咁冷淡呢？唔通係因為阿玲係一個冇情義嘅衰女，貪新忘舊，送咗阿媽入老人院之後就拍拍籮柚推卸責任？絕對唔係啊！各位，如果我哋淨係用普通嘅道德眼光去睇，我哋一定會好快淡判佢死罪。但如果喺心理學同社會學更深層嘅角度去睇，我哋會睇到一個殘酷好多嘅真相。心理學專家指出，安老院對於老人家嘅屋企人嚟講，其實係扮演緊一個彩排場地嘅角色。冇錯，各位，你哋冇聽錯，嗰度就係一個彩排嘅地方，等啲屋企人慢慢習慣嗰個人永遠唔喺身邊。我哋人類個大腦為咗生存係有一個極度殘忍嘅適應機制嘅。當曾婆婆唔再喺屋企，阿玲個大腦就開始透過填補嗰啲空缺去進行自我療癒。佢開始習慣夜晚一落床就可以熟睡到天光，唔使再因為隔離床傳嚟嘅咳聲或者大叫聲而嚇到心都離一離。佢習慣咗打開大門入屋嗰陣，間屋靜英英，空氣清新，唔再有一陣陣藥水味、跌打酒味，仲有嗰種衰老同病痛嘅油味。佢習慣咗週末可以瞓晏少少，可以約朋友去飲杯咖啡，終於有少少私人時間去唞下氣。阿玲個大腦已經自動適應咗阿媽唔喺身邊嘅生活，等佢可以重新建立返一個後生女應有嘅人生。呢個係一個自然嘅生存機制，根本抗拒唔到，亦都唔可以用平時嗰啲孝順定卯力嘅觀念去批判。到了我哋呢個年紀，其實都明白人情冷暖，身不由己。不過呢種自然適應嘅代價，就係喺安老院入面發生緊嘅一場無聲悲劇。喺嗰度，曾婆婆仲係生勾勾嘅，佢仲識唞氣，個腦仲好精靈。每日一到晏晝，佢就會親手住起自己最靚嗰件衫，即係佢最錫嗰件淺紫色絲綢棉衫。佢將嗰把白雪雪嘅頭髮梳得好整齊，然後靜靜雞擔拉張凳去窗邊坐低，用佢嗰對蒙查查嘅老花眼，眼金淡望住老人院個門口，等緊個女嘅身影出現。佢等咗1個禮拜，跟住2個禮拜，跟住1個月。喺安老院嗰種慢吞吞、死氣沉沉嘅生活節奏入面，曾婆婆仲係傻更淡死掹住同屋企嗰條聯絡線。但係各位老友記啊，喺出面嗰個急速繁華嘅世界，喺阿玲為咗乞食嘅齒輪同埋嗰種殘酷嘅適應過程入面，曾婆婆嘅存在已經淡到好似透明淡，冇人開口講，亦都冇人特登去淡做。但事實就係，曾婆婆已經喺唔知幾時開始經歷咗第一次死亡，嗰個社會性死亡已經靜靜雞淡降臨，將佢嘅存在由佢自己10月懷胎生落嚟嘅寶貝女嘅人生入面徹徹底底淡切斷咗。呢個就係現實嘅殘酷，親情同埋生存嘅本能硬碰硬，撞到碎晒做一地嘅心酸。到了我哋呢個年紀，真係睇透世事無常，呢種痛已經唔係一句半句怨言可以撫平得到啦啦。聽完頭先阿玲同曾婆婆一家嘅悲劇，我相信我哋當中有唔少人，甚至係當年嘅華姨自己，心入面都曾經暗暗淡有過一絲批判。我哋安安穩穩淡坐喺度，未經歷過嗰種世事無常，就會同自己講，如果係我絕對唔會咁殘忍，我絕對唔會由得自己阿媽好似曾婆婆淡孤零零坐喺老人院個窗邊苦苦等待。各位，華姨當年的確係咁樣自滿地諗過嘅，佢骨子裏面有種傲氣，
覺得自己做咗30年護理員，早就睇透咗老人家嘅生老病死，所以當衰老真正敲響佢自己屋企道門，當華姨嘅親生阿媽病倒，身體虛弱到連自己嘅起居飲食都照顧唔到自己嗰陣，華姨做咗啲乜？佢攞住自己30年行內專家呢個光環去做咗一個決定，佢出盡法寶去氹佢阿媽離開嗰間住咗大半世人充滿回憶嘅屋企，搬入去安老院住，亦即係華姨自己日日返工嗰間安老院。喺嗰個時候，喺呢個女人嘅心入面，呢住企絕對係兩全其美。佢甚至好自豪淡覺得自己盡緊一個最細心嘅仔女應有嘅孝道。各位不妨聽下佢當時嘅邏輯，簡直係完美到冇得彈。阿媽可以住喺一個24小時都有醫療照應嘅環境，3餐有科學營養標準，日日有人執拾到乾乾淨淨，而自己呢，反正都要打工供食道啦。而家喺阿媽住嘅地方返工，兩母女咪日日都可以見到面咯，自己仲可以親眼睇實啲人點照顧阿媽，唔怕俾人冷落。華姨曾經好牙擦淡，緊緊拖住阿媽隻手，喺耳邊輕聲講：阿媽，你放心啦，入到嚟我日日都會陪住你，我喺度做嘢，你絕對唔會好似其他老人家淡，俾啲仔女遺棄嘅，我會親手照顧你。佢好自滿淡深信自己已經完完全全掌握咗衰老呢場殘酷嘅賭局，以為自己對阿玲嗰種照顧者倦怠有免疫力。不過現實嘅真相永遠都殘酷過我哋腦海中幻想出嚟嘅任何美好劇本。到咗阿媽拎住個細細嘅環保袋行入安老院大門嗰一日，華姨根本唔知佢其實係親手為自己同阿媽之間起咗一埲無形嘅牆。呢埲牆係用嗰啲冷冰冰嘅規矩、病歷記錄簿同埋所謂嘅社會角色去砌成嘅。各位，安老院從來都唔會係一個家庭嘅延伸。喺社會學嘅角度去睇，佢係一部巨大嘅機器，一間跟足嚴格時間表運作嘅工廠。佢專門榨乾時間，吸乾每一個住起制服嘅員工嘅精力，喺入面照顧病人嗰個齒輪轉得好殘酷契，每一更華姨都要一腳踢孭起照顧成20個有腦退化、身子弱、成日呻吟嘅老人家嘅責任，要準時餵呢個伯伯食飯，準時派藥俾嗰個婆婆，跟足更表換尿片，幫佢哋轉身防壓瘡，寫牌板記錄，仲要一隻字都唔錯得。啲叫人鐘叮當叮當彈喺耳邊響過不停，吹到人氣都唞唔到。喺呢個轉到令人頭暈轉向，好似走馬燈咁嘅齒輪入面，華姨每日急急腳行過自己阿媽房門口，閒閒地都幾十次。有時兩母女隔住塊透明玻璃對望，阿媽坐喺度，對眼充滿期盼，等緊個女行入嚟，但華姨停唔到落嚟，佢只可以匆匆忙忙望一眼，用一個返緊工嘅伙計嘅眼神，微微點下頭，用口型示意：我忙緊呀，晏少少再過嚟搵你啦。但係晏少少呢3個字呢，由朝早拖到晏晝，再由晏晝拖到天黑收工，到個人散晒，行路都腳浮浮嗰陣，佢又硬住頭皮收工返歸，心入面同自己講：算啦，聽日返工又見到阿媽啦，佢喺正呢度又唔會走咗去嘅，我仲要睇住咁多個病人呀嘛。兩母女住喺同一間院舍嘅屋檐下，吸住同一口空氣，但係就俾工作呢埲無形嘅牆隔到山長水遠。華姨住住嗰件護理員制服，無意中變成咗一件盔甲，喺不知不覺間剝奪咗佢阿女呢個身份。跟住落嚟，一種痛入心扉，
直擊靈魂嘅打擊，徹徹底底啖打碎咗華姨嘅自滿。嗰日係個傍晚，啱啱好輪到華姨負責幫阿媽嗰區嘅老人家沖涼。佢扶住阿媽入沖涼房，佢好小心啖用條軟綿綿嘅暖毛巾，慢慢幫身佢喐佢嘅阿媽抹嗰個瘦骨仙咁，皺晒皮，出滿老人斑嘅背脊。喺一陣陣暖粒粒、蒙查查嘅水蒸氣入面，華姨突然覺得一陣心酸，心底嗰份母女情湧返上嚟。佢本來想叫聲阿媽傾幾句家常，解下呢排忙到甩碌嘅思念之苦，但係當佢仲未開到口嗰陣，阿媽突然間擰轉頭，佢直望住華姨雙眼，用一個好慈祥但係好有距離感嘅眼神望住佢，然後開口：各位，你哋知唔知佢講咗啲乜嘢？佢冇叫華姨做阿女，佢用一種好客氣、好生愛，甚至有啲閃縮嘅語氣講：唔該晒你啊，姑娘，你對我真係好。我個女都喺度做嘢喎，不過佢好忙，要照顧好多人，都冇乜時間嚟探我。好彩有你照顧我，真係好感激你。華姨嗰一刻真係覺得天崩地裂，手上條毛巾啪一聲跌咗喺濕漉漉、凍冰冰嘅紙皮石地上面。我必須要同各位強調，用盡心理學嘅認知去同各位強調，呢位阿媽絕對冇腦退化，佢冇認知障礙，佢嘅記憶完全冇被時間或者疾病破壞。佢個人係清清楚楚、精神爽利嘅，佢非常之清楚，企喺佢背後幫佢抹身，喺度默默流緊眼淚嗰個人，正正就係佢10月懷胎生出嚟嘅親生女。咁點解佢會講得出呢啲咁刺耳、咁見外，好似對住個3、5、6、7嘅陌生人先會講嘅說話呢？喺心理學嘅角度嚟睇，呢個係一個極之令人心酸嘅現象，叫做喪失自我，或者叫身份剝奪，專有名詞叫 institutionalization。 當一個人俾人送入一個封閉嘅體制，一間靠規矩、病人編號同埋死板時間表嚟運作嘅安老院嗰陣，佢哋原本嘅個人身份、社會角色就會慢慢俾人剝奪，去迎合呢部機器嘅運作。呢位阿媽喺漫長嘅日子裏面，眼白白望住個女，匆匆忙忙喺房門口行出行入，佢已經明白咗一個好現實嘅真相。喺呢個地方，喺呢個空間入面，華姨只不過係一個為咗排版同照顧病人而做到踢晒腳嘅職員。呢度根本冇任何空間，冇任何空檔可以容納得落阿女呢個角色。阿媽因為太錫個女，唔想個女覺得內疚，覺得難做，唔想佢返緊工嗰陣仲要牽掛私情，費事俾上司鬧。佢對自己做咗一個好殘忍嘅決定，佢心甘情願地剝削咗自己身為一個女人最崇高嘅名分，阿媽呢個名分。佢退後一步，逼自己笠上一個新嘅身份去適應個環境。佢將自己變成一個服務使用者，做一個聽教聽話嘅病人，客客氣氣，識大體，有禮貌，為嘅只係等個女可以易啲做嘢，易啲完成一個護理員嘅職責。佢用客氣說話去捉起一道界線嚟保護個女嘅份工同埋心靈嘅平靜。佢寧願放棄做阿媽嘅權利，放棄扭計、怪責、要求仔女關心嘅權利，都只係為咗唔想華姨個心有負擔。呢個血淋淋嘅覺醒令到華姨當場來晒，企喺嗰個煙霧彌漫、局促嘅沖涼房入面，華姨喊到連聲都出唔到，眼淚係咁湧出嚟，同阿媽嗰頭白髮上面嘅滴滴暖水撈埋一齊。佢終於睇清楚自己嘅傲慢，
原來自己嗰種打咗30年工嘅自信係幾咁無知，幾咁膚淺。佢帶阿媽入嚟，以為係可以近啲阿媽，可以保護佢，但原來正正就係佢奉為神明嘅呢個專業環境，逼到佢阿媽要親手扼殺自己做阿媽嘅天性。各位老友記，你哋睇下，世上最殘忍嘅事，從來都唔係嚟自毒打同虐待，亦都唔係嚟自肉體上嘅捱餓，最極致嘅殘忍係嚟自嗰種無聲無息，慢慢侵蝕人心嘅折磨。佢可以將血濃於水嘅親人變成陌路人，見面只會用啲客套公式化嘅說話嚟互相問候。華爾嘅悲劇唔係因為窮或者捱餓，而係嗰種深深嘅無力感。親手將自己阿媽送入一部機器入面，然後眼白白望住呢部機器喺自己面前，喺自己一雙照顧過無數人嘅手之下，將自己嘅阿媽活生生啖剝奪，而自己竟然完全無能為力，反韻佛術。到了我哋呢個年紀，真係明白到咩叫造化弄人，力不從心。喺嗰次令人心酸嘅沖涼房經歷之後，過咗幾個禮拜，華爾阿媽嘅身體開始急劇轉差。安老院嗰部冷冰冰嘅機器就好似抽乾咗老人家最後一絲元氣咁。跟住有一日嘅傍晚，華爾以一個當值職員嘅身份，急急腳行入房去檢查吊鹽水調喉。嗰個瘦到縮埋一個，陷咗入堆白雪雪被鋪入面嘅老人家，突然間抬起對蒙查查嘅眼望住個女，佢氣若游絲咁開口講咗一句，語氣好輕，完全冇半點埋怨，但又重到好似草大石咁，壓碎咗人個心。你以後唔使再嚟探我那啦。各位老友記，你哋知唔知，面對住呢句說話，我哋人類嘅自我保護本能又再一次撒下一張甜蜜嘅大話網。華爾嗰陣時諗緊乜嘢？佢完全冇覺得驚或者慌張，佢又再一次繼續自己呃自己，佢攞自己好忙嚟做藉口，喺心入面暗暗同自己講，阿媽真係太錫我啦，佢知我返工捱得咁辛苦，要照顧成10幾個病人咁踢晒腳，所以佢想解脫我，等我唔使日日承受要嚟照顧佢問候佢嘅壓力。華爾就係死掹住呢個念頭，令到自己個心覺得安樂啲。佢好硬頸咁認定自己阿媽係一個識大體嘅老人家，係一個偉大嘅阿媽，情願自己捱孤單，都要減輕仔女矮食嘅負擔。於是佢對住阿媽點點頭，幫佢冚好張被，跟住就轉身行出房，心入面仲帶住一種令人毛骨悚然嘅如釋重負。過咗嗰個晏晝之後冇幾耐，阿媽就過身啦。佢走得好安靜，冇大費周章，臨終嗰陣亦都冇兩母女喊到呼天搶地咁拖實隻手。華爾聽到阿媽走咗嘅消息，行咗入房，但係各位啊，嗰種身份剝奪嘅悲劇真係重到入心入肺，去到一個點，就算係面對住生佢出嚟嘅阿媽嘅遺體，華爾嘅舉動依然好似一部 set 好晒程式嘅機器咁。佢親手掹走條鹽水喉，換衫，抹乾淨條屍體，然後以一個資深護理員嗰種專業、冷靜、乾淨利落嘅手勢做埋最後嘅手續。佢冇喊，又或者可以話嗰層職員嘅保護殼已經結到硬晒，硬到唔容許佢流出一滴屬於一個死咗阿媽嘅女嘅眼淚。不過呢個所謂專業嘅保護殼，呢種對住識大體阿媽嘅自我麻醉，喺短短幾個鐘頭之後就徹底俾人打到粉碎。各位住喺香港都清楚佢啦，呢度人多擠迫，寸金尺土，
排隊等入住安老院嘅老人家名單永遠都水蛇春咁長，一排就係幾個月甚至幾年。所以呢度安老院嘅規矩係極之嚴格嘅，一有病人過身，遺體一運走，屋企人就要即刻清走晒佢所有嘅個人物品，騰空張床出嚟讓俾下一個人。呢度冇留戀哀悼嘅空間，亦都冇時間俾你沉浸喺喪親之痛入面執嘢然後走人。呢個就係規矩。華姨拎住個大膠袋慢慢行埋去阿媽床頭嗰個細細嘅木櫃仔度，嗰個係老人家喺呢度住咁耐以嚟唯一真正屬於佢個人擁有嘅地方。華姨伸隻手過去輕輕拉開個櫃桶，就喺個櫃桶拉開嗰一刻，華姨成個人崩潰軟攤。一個喺行內打滾咗30年嘅女人，一雙曾經喺過百個死人面前企得直一直嘅腳突然間軟晒，成個人跪咗喺凍冰冰嘅紙皮石地上面。嗰個細細嘅櫃桶入面有啲乜嘢？入面根本冇乜嘢貴重嘅遺物，冇慳埋嘅銀紙，冇留俾子孫嘅金鏈或者紅寶仔，捲埋一圈堆滿喺櫃桶角嘅係無數包用紙巾包得好細心、好真而重之嘅嘢。華姨手震震咁伸過去，將啲紙巾包逐包執起，慢慢打開。喺嗰啲粗糙嘅紙巾內裏，係一粒粒變晒色嘅橡皮軟糖、平價嘅啫喱仔，仲有幾塊碎晒嘅餅乾。嗰啲正正就係安老院職員每日晏晝3點鐘派俾老人家嘅下午茶。日復日，月復月，呢啲甜嘢阿媽完全冇食過，佢哋已經乾到硬晒，好似一粒粒凍冰冰嘅石頭咁。喺呢堆硬晒發晒霉嘅餅乾糖果下面，靜靜雞咁墊住一張隨手撕落嚟嘅紙仔，紙上面用一個曾經中過風嘅老人家嗰種歪歪斜斜、震騰騰嘅筆跡，寫咗唯一嘅一句說話：阿華最中意食甜嘢，各位老友記。講到呢度，點樣忍得住啲眼淚啊？我平時睇咁多心理學嘅書，但係企喺呢個櫃桶面前，所有理論都變得蒼白無力，剩低嘅只有阿媽對個女嗰種痛入心扉、撕心裂肺嘅愛。等我哋一齊去剖析呢個殘酷嘅真相。嗰位阿媽係一個半隻腳踩入棺材嘅年紀，係一個每日唯一嘅寄託，可能就係晏晝3點鐘嗰一點點甜美嘅地方。佢竟然忍住唔食，佢靜靜雞將自己份小食收埋，好似收埋啲無價寶咁，用紙巾小心翼翼包好。佢咁做為乜？佢咁做係為咗儲起佢，為咗等一日。佢心入面幾咁期盼有朝一日行入房門口嗰個唔係忙到甩碌嘅姑娘，而係佢個女阿華。到咗嗰陣，佢就可以攞呢啲糖出嚟，塞落個女隻手度，嬌嗔咁鬧佢一句，等佢可以再做一次保護個女嘅阿媽。就好似阿華3、7歲嗰陣咁，俾啲甜絲絲嘅糖佢食。佢想用呢啲平價嘅橡皮糖去喚醒華姨件護理員制服入面嗰個已經瞓着咗嘅阿女身份，但係嗰一日永遠都冇出現過。直到阿媽合埋眼嗰一刻，華姨都只係以一個職員嘅身份行入房。既然係咁，點解阿媽仲要講出嗰句：你以後唔使再嚟探我啦？如果佢真係咁渴望見到個女，咁掛住佢，點解仲要趕走自己個女呢？華姨曾經以為嗰個係一種解脫，但係絕對唔係啊！各位，喺最深層次嘅心理學角度去睇，嗰句說話根本唔係為咗俾個女解脫，嗰句說話係佢自尊心嘅最後防線，係為咗捍衛一個身為人、身為一個阿媽最極致嘅尊嚴 dignity。各位試客，
將自己代入一個住喺安老院嘅老人家度，諗下喺嗰度，你對自己嘅身體同生命係完全喪失晒控制權嘅。你幾時食飯係由人哋捧個餐盤埋嚟決定，你幾時沖涼係跟職員張更表行，你去廁所換尿片、轉身，甚至開眼合眼，所有嘢都要睇人面色，靠人哋嘅憐憫去定奪。當個身體慢慢衰敗，當私人空間被無情剝奪嗰陣，一個人剩低可以死掹住嘅，就只有靈魂深處嘅嗰份尊嚴。嗰位阿媽意識到，每次華兒行入房幫佢換尿片、抹口水嗰陣，華兒嘅眼神係一個健康嘅人望住一個廢人嘅眼神，係一種施捨，一種例行公事嘅責任，同埋一種憐憫。阿媽頂唔順呢樣嘢啊！一個阿媽心底嗰種驕傲嘅愛，唔容許自己喺自己親生女面前變成一個咁折墮、咁可憐嘅廢物。佢寧願孤孤單單，寧願粒聲唔出咁老死，都唔想每日將自己嗰副無能為力、殘缺不堪嘅身軀攤開俾個女去擺布。所以佢揮出咗最後一刀，去奪回自己生命嘅控制權。佢拒絕嗰種憐憫，你以後唔使再嚟探我乸啦。呢句說話其實係自尊心最壯烈、最滴血嘅一次拒絕。佢係用呢種方式向全世界宣布，我個肉體雖然交俾安老院去處置，但我嘅形象，我喺我個女心目中嘅尊嚴，必須要由我自己話事。我絕對唔容許你再睇到我呢副折墮嘅殘樣多一次。呢個就係最後嘅反抗，一次充滿傲氣、凜然嘅反抗，但同時亦都係母愛中最痛、最令人心碎嘅反抗。跪喺嗰個塞滿一粒粒硬掘掘軟糖嘅櫃桶隔籬，華兒永遠咁失去咗做人女嘅機會。佢以專業護理呢個好聽嘅名義，親手剝奪咗阿媽最後嘅尊嚴，換嚟嘅就係將自己一世困死喺良心嘅譴責入面。到了我哋呢個年紀，睇見呢啲事，真係覺得世事無常，只係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眼前人，福慧雙修。講出華姨呢個有血有淚嘅悲劇，我坐喺度同各位老友記分享，絕對唔係想嚇鬼，或者想為我哋呢啲慢慢行緊人生下半場嘅人添多幾分莫須有嘅恐懼。我更加無意去鼓吹嗰種極端嘅思想，話我哋一定要死都唔制，極度抗拒送老人家入安老院。到了我哋呢個年紀，凡事都要認清現實。喺呢個個個都趕頭趕命，為咗搵食做到隻狗咁嘅時代，有時候安老院反而是唯一嘅出路，係最後一條救命草，等啲家庭唔使攬住一齊死，肉體同精神都唔使搞到崩潰。不過最痛心嘅問題就係，點樣先可以令我哋行入嗰啲院舍大門之後，唔使面對嗰種社會性死亡嘅死刑呢？點樣先可以令我哋仲可以活生生、堂堂正正淡做翻個人，保得住晚年最後嗰些少尊嚴，而唔係苟延殘喘淡喺度等日子過？喺呢啲有血有淚嘅現實教訓入面，我好想送3個非常之貼地嘅行動俾各位。呢啲絕對唔係講廢話，而係3個生死攸關，各位一定要銘記於心嘅忠告。等你哋喺決定將自己下半生交託俾任何地方之前，好好啖諗清楚。第一個行動，各位千祈唔好淨係坐喺屋企望住嗰啲印滿老人家笑到4萬咁口，覺得身光頸靚嘅宣傳單張，就去決定自己嘅下半生。
嗰啲只不過係廣告包裝嘅顧錢噱頭啫。各位一定要親自或者叫啲仔女親自帶你落去視察下，最好就係唔好單聲突擊踩上去，揀啲大家一齊活動嘅時間，例如晏晝3:3食茶點嗰陣。當你踏入嗰個地方，唔好第一時間去望啲地下鋪嘅磚靚唔靚，埲牆油乜嘢色，而係要靜低心去聽，豎起隻耳仔聽清楚嗰度啲護理員佢哋係用乜嘢稱呼去叫啲老人家嘅。如果你聽到啲充滿人情味，就算有少少趕急，但係都好清楚嘅稱呼，曾婆婆出嚟食粥啦，五叔今日覺得點呀？但各位就可以暫時安樂啲啦。嗰度仲有人情味，佢哋仲當老人家係一個活生生有自己身份同過去嘅人。但係如果你行入去聽親都係嗰啲好似流水線工廠咁嘅喝罵聲，3號床擘大個口，4號房病人夠鐘食藥，但我好心勸各位一句，即刻掉頭走，行得幾遠得幾遠。因為喺嗰種環境入面，佢哋根本唔當你係人，你連名連姓連尊嚴都俾人剝削晒，剩低嘅只係一個工作編號，一件喺嗰條冷冰冰嘅服務運輸帶上面佐定嘅死物啫。第二個行動亦都係各位今晚就可以同埋應該自己去做嘅事，攞張白紙出嚟，靜靜雞坐低，清清楚楚淡寫低一樣嘢，淨係寫一樣嘢，一樣你認為絕對唔可以踩界，絕對冇得退讓嘅底線，去保護自己嘅自我，保護自己做人嘅權利。呢個要求唔使係金山銀海，佢可以係啲好微不足道嘅事，但就可以肯定你仲可以自己話事。有人會寫，朝早起身我要自己親手梳頭，邊個都唔准代勞。又有人會寫，無論去邊度絕對唔可以帶走我隻老貓，或者好簡單一句，一定要叫我真名。各位寫完之後，小心將張紙折好，交俾一個你最信得過嘅人，可以係你老伴，或者係最孝順嗰個仔女，好好啖叮囑佢哋袋好呢張紙。如果第日我身子唔得，懵下連嘢都講唔到，保護唔到自己嘅權益嗰陣，你就攞呢張紙出嚟，用呢條最後嘅底線幫我保住做人嘅尊嚴，千祈唔好俾人剝削埋我最後嗰些小傲骨。各位老友記，嗰張紙正正就係當我哋最弱勢嗰陣保護人尊嚴嘅承諾書。至於第三個行動，亦都係最殘酷但係最現實嘅一個考驗，叫埋你啲仔女過嚟，直望住佢哋對眼，問清楚佢哋1個月入面實實在在到底可以抽幾多次時間嚟探你。各位要聽清楚佢哋嘅反應。如果個仔女拍晒心口，擺手，笑住口咁即刻答，哎呀媽，你放心啦，你入到去我一定會成日嚟探你，一得閒我就過嚟，你唔好諗咁多啦。但各位老友記，千祈唔好咁快信呀。做人做到我哋呢個年紀，都清楚嗰啲甜言蜜語，啲得個講字嘅空頭支票，其實就好似啲泡影咁，喺打工仔嗰種忙到甩碌嘅生活面前，最容易反口叫。不過如果個仔女聽完你個問題，佢呆一呆，對眼神沉低咗，皺埋眉頭喺度深思熟慮，個樣有啲猶豫，覺得內疚，跟住先開口，阿媽呀，呢排公司逼台數逼得好緊，星期6日我又要帶啲細路去補習，又要打理屋企啲嘢，我想我大概1個月只能夠盡量抽2次時間過嚟探你咋。阿媽，如果聽到呢個
答得有啲尷尬嘅回覆，各位大可以安樂晒，放長雙眼信晒呢個仔女。點解啊？因為佢唔係求其講句好說話嚟氹你開心，佢係真真正正經過深思熟慮，根據出面嗰個固食艱難殘酷嘅現實精打細算過之後，先俾出一個最實際嘅答案。正正就係因為佢心入面掙扎過，先講得出呢個數字。佢一定會咬緊牙關，死都抽時間出嚟兌現呢個月探2次嘅承諾。佢絕對唔會掟低，理唔理？今日我哋嘅故事，呢啲掏心掏肺嘅心底話，講到呢度都差唔多啦。睇翻成幅灰暗但係又無比真實嘅畫面，對住今日呢個現實，我只係想長嘆一聲，喺呢個世界入面，絕對無壞人，無啲衰人專登去折磨大家，只有人類對住嗰個永遠停唔落嚟嘅弱食漩渦，嗰種極致嘅無可奈何。所以最後我好想同大家講一句，就算出面有幾忙都好，就算 OT 壓力，耳屎嘅重擔壓到膊頭有幾痛都好。當你跨過屋企到大門，當你企喺阿爸阿媽面前，企喺嗰啲一日一日老去嘅至親面前，請各位自覺淡，除低嗰啲社會角色嘅面具，搣走嗰個勤力打工仔嘅面具，權威老細嘅面具，或者係忙到唞氣都冇時間嘅大忙人面具，用你最真實嘅一面去見佢哋，望住佢哋對眼，攬實佢哋，用最純粹嘅身份去面對佢哋，做一個仔女，做一個血肉至親。就算呢份真誠嘅陪伴只係得短短嗰5分鐘都好，5分鐘嘅骨肉情深已經偉大過10年嗰啲門面客套嘅問候。如果今日呢個故事令各位老友記覺得深奧，或者喺匆忙嘅人生入面帶俾你一絲覺醒，希望各位喺下面留低幾句留言，同我分享下你哋嘅感受。唔記得訂閱呢個頻道，同埋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哋身邊嘅老友記，亦都傳俾出面嗰班捱緊世界嘅後生仔睇，等我哋可以互相依靠，互相體諒，一齊去面對晚年。我係山金老人，同各位講聲拜拜啦！祝各位老友記一生平平安安，福慧雙收，無論處於乜嘢環境，都可以永遠保得住自己嗰份驕傲嘅自我。